中國有一個城市，嗰度啲人咧日日都要睇委內瑞拉嘅新聞，極度關心委內瑞拉嘅形勢，就係廣東江門嘅恩平。因為委內瑞拉有20幾萬華人啊嘛，其中90%都係恩平人。嗱，恩平而家嘅人口近50萬，但係喺委內瑞拉生活嘅恩平同胞就係20幾萬，相當於半個恩平市啊！你識講恩平粵語呢，喺當地撈得掂。點解恩平人咁中意去委內瑞拉呢？嗱，今日嚟講下啦，一切呢都要從150年前鴉片戰爭講起。嗱，最早呢，恩平人係去委內瑞拉嘅隔離秘魯嗰度打工㗎，但係咧秘魯資源有限啊嘛，跟住咧佢哋就轉出去委內瑞拉。一開頭好辛苦㗎，係去耕田同埋幫人洗衫，係做苦差㗎。咁啊，眨下眼去到1922年代啦，委內瑞拉發現咗好多石油，經濟騰飛大爆發，需要大量嘅人才啊！咁啊，又有好多恩平同鄉過到去啦。咁啊，眨下眼去到1980年代，改革開放啦，咁啊，家家戶戶咧都有好多人過去嗰度揾食，所以而家好多恩平人咧喺委內瑞拉都有親戚㗎，佢哋喺嗰度開士多、開飯店，做好多進出口嘅貿易，包括委內瑞拉嘅汽車啊、摩托車啊、碗啊、碟啊、台啊、凳啊、柴米油鹽啊，好多都係江門嗰度出口過去㗎。呢幾日委內瑞拉形勢複雜，我哋好關心嗰度嘅華人同胞嘅安危。據我哋得知啊，有一啲喺受影響地區嘅華人呢，就去到僑領屋企住啊，真係有屋一齊住，有飯一齊食。希望委內瑞拉嘅華人同胞都可以安全度過呢個時期。唔知呢條視頻會唔會傳到委內瑞拉呢？